首先卸妝，然後清潔面部。開始使用前，建議先喺面上搽護膚品，保持皮膚滋潤。不過含油性同埋美白成分嘅護膚品就避免使用。然後將面罩連接線插入控制器上方嘅面罩端口，將面罩貼合面部，雙眼對準眼窗位置，調整後面嘅綁帶鬆緊度，確保面罩戴得舒適。長撳模式電源按鍵，聽到滴滴提示聲，開機模式顯示燈 QR 閃閃下，就代表係待機狀態。撳一下模式電源按鍵，響起啲聲提示音，開始進入護理模式。撳一下模式電源鍵，響起啲聲，可輪流切換4個常規護理模式。選定模式後，面罩開始工作。模式結束後，儀器自動熄機，護理結束。可根據個人肌膚狀態，再選擇後續護膚。如果感覺肌膚比較乾，可以搽護膚品或敷舒緩保濕面膜進行補水保濕。按照個人護理需求選擇模式，推薦使用頻率如下。